讲到这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已经是来到第9天，有一寡国家也出现这仇恨犯罪咯。美国的伊利诺州呢，有一个71岁厝头家，可能是伊的厝卡信伊斯兰教，竟然举军刀，把这厝卡6岁后生杀死。这个战争呢，也造成美国社会对立，双方的支持者一直有言论冲突。加上这冲突呢，也影响到学校一个企业。查某囡仔蒂博啊，表情有淡薄歹势，看起来真古锥。不过伊说，因为以下战争爆发到大汉，受到以下战争影响，全球一直传出仇恨犯罪的状况。美国伊利诺州当地15发生71岁的厝主，疑似因为厝卡伊斯兰宗教信仰，摕长7英寸、将近18公分的军刀，袭击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厝卡。佮对厝卡的6岁囡仔外迪亚连渡26刀，造成外迪亚当场死亡。32岁女厝卡是当上送病院紧急急救。 And said that he knocked on the door and that he attempted to choke her and said, "You Muslims must die," and attempted to stab her and stabbed her. And she went to the bathroom and called 911. And this was all in her own words, seconds. And by the time she came out, her son had been stabbed 26 times. 警方紧急逮捕厝主自巴，透过采集证据，如果会用一级谋杀未遂，甲2项仇恨犯罪罪名起诉。除了犯罪，美国社会嘛出现支持以色列也是巴勒斯坦的对立分裂。哈佛、史丹佛甲纽约大学，包括学生、教授甲管理人员，拢伫社群网站发表激进的言论，引起争议。有一寡人因此失去工作机会，也是互民众搜索、暴力威胁。佮发行动，乔治城大学的学生写批互校长，批评校长对巴勒斯坦的苦难长期拢结点点，互学校甲企业界出现是毋是爱表态难题。 同款状况嘛出现伫法国，法国进前发生高中老师互外国籍车型 A 的男子杀害死亡，和战争甲以下战争有关系。当地15数百人组织伫法国北部城市阿拉斯的广场对悼死亡的老师。法国暂时全国禁止高度的戒备，会部署上济达到7000名远景戒备，加强保护文化宗教设施，佮禁止举行亲近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法国的教育部长阿塔尔嘛宣布，加开学的时间延后到当地16个早起10点。虽然政府禁止，不过法国国内的反犹太抗议活动有关增加了。189 actes antisémites sont relevés depuis samedi dernier. 65 interpellations ont eu lieu en lien direct avec des actes antisémites. 23 de ces 65 interpellés étaient des étrangers. 当局表示，暂时收回基辅平台，巴罗是收到2400多份的举报，拢是传播反犹太主义的信息，会对反犹太协会采取行动，要求解散归来的非正式也是私底下替哈马斯甲相关活动提供资金的协会团体。国际新闻台东朋友。